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，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。我顯摩希那羅延，金毗羅陀迦毗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善薩沙流羅，滿善居缽真陀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薩遮摩和羅，鳩蘭丹扎半子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不婆伽羅王，應得毗多薩和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梵摩三缽羅，五部淨居嚴摩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釋王33，大辯功德婆怛那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提頭賴吒王，神母女等大力眾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毗琉勒叉王，毗琉博叉毗沙門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金色孔雀王，28部大仙眾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摩尼跋陀羅，散支大將弗羅婆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難陀跋難陀，婆伽羅龍依缽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修羅干達婆，迦樓緊那摩睺羅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我顯水火雷電神，鳩槃荼王毗舍舍，常當擁護受持者。是諸善神及神龍王、神母女等，各有500眷屬，大力夜叉，常隨擁護誦持大悲神咒者。其人若在空山曠野獨宿孤眠，是諸善神翻代宿衛，辟除災障。若在深山迷失道路，誦此咒故，善神龍王化作善人，示其正道。若在山林曠野乏少水火，龍王護故，化出水火。觀世音菩薩復為誦持者，說消除災禍清涼之偈。若行廣野山澤中，逢值虎狼諸惡獸，蛇猿精魅魍魎鬼，聞誦此咒莫能害。若行江湖滄海間，毒蛇絞龍魔羯獸，夜叉羅剎如緣別，聞誦此咒自藏隱。若逢軍陣賊圍繞，或被惡人奪財寶，自成稱誦大悲咒，彼起慈心復道歸。若為王官修六身，衙門禁閉扭枷鎖，自成稱誦大悲咒，官自開恩釋放還。若入野道蠱毒家，飲食有藥欲傷害，自成稱誦大悲咒，毒藥變成甘露漿。女人臨難生產時，邪魔遮障苦難忍，至心稱誦大悲咒，鬼神退散安樂生。惡龍逆鬼行毒氣，熱病侵靈命獄中，至心稱誦大悲咒，疫病消除壽命長。龍鬼流行諸毒種，痈瘡膿血痛頗堪，至心稱誦大悲咒，三唾毒種隨口消，
眾生俗惡豈不善？厭未詛咒結怨對，至心稱頌大悲咒，厭未還着於本人。惡生俗亂法滅時，淫欲火盛心迷倒，氣背妻世外貪染，晝夜邪思無暫停。若能稱頌大悲咒，淫欲火滅邪心除。我若廣讚咒功力，一劫稱揚無盡期。爾時觀世音菩薩告梵天言：誦此咒5遍，取5色繩作索，咒21遍，結作21結。繫看此陀羅尼，是過去99億恒河沙諸佛所說。彼等諸佛為諸行人修行六道未滿足者，速令滿足故；未發菩提心者，速令發心故；若聲聞人未證果者，速力證故；若3000大千世界內諸神仙人未發無上菩提心者，速令發心故；若諸眾生未得大乘信根者，以此陀羅尼威神力故，令其大乘種子發芽增長；以我方便慈悲力故，令其所需皆得成辦。有3000大千世界幽隱暗處三途眾生，聞我此咒，皆得離苦。有諸菩薩未皆初住者，速令得故，乃至令得10住地故，又令得到佛地故，自然成就30以上80隨形好。若聲聞人聞此陀羅尼一經已者，修行書寫此陀羅尼者，以質直心如法而住者，4沙門果不求自得。若3000大千世界內山河石壁4大海水，能令沖忽，須彌山及鐵圍山，能令搖動，又令碎如微塵。其中眾生悉令發無上菩提心。若諸眾生現世求願者，於3、7日淨持齋戒，誦此陀羅尼，必果所願。從生死際至生死際，一切惡業並皆滅盡。3000大千世界內一切諸佛菩薩，凡悉4天王、神仙龍王，悉皆證之。若諸天人誦持此陀羅尼者，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，其中眾生得此人沐身之水，沾着其身，一切惡業重罪悉皆消滅，即得轉生他方淨土，蓮花化生，不受胎生濕卵之身。何況受持讀誦者，若誦持咒，行於道路，大風時來，吹此人身無法依服，如風下過，諸類眾生得其人飄身風吹着衣者，一切重障惡業並皆滅盡，更不受三惡道報。常生佛前，當知受持者福德果報不可思議。誦持此陀羅尼者，口中所出言音，若善若惡，一切天魔外道、天龍鬼神聞者，皆是清淨法音，皆於其人起恭敬心，尊重如佛。誦持此陀羅尼者，當知其人
即是佛身藏99億恒河沙諸佛所愛惜故，當知其人即是光明藏，一切如來光明照故，當知其人是慈悲藏，行以陀羅尼救眾生故，當知其人是妙法藏，普攝一切諸陀羅尼門故，當知其人是禪定藏，百千三昧皆現前故，當知其人是虛空藏，常以空慧觀眾生故，當知其人是無畏藏，龍天善神常護持故，當知其人是妙語藏，口中陀羅尼音無斷絕故，當知其人是常住藏，三災惡劫不能壞故，當知其人是解脫藏，天魔外道不能溪流故，當知其人是藥王藏，常以陀羅尼療眾生病故，當知其人是神通藏，遊諸佛國得自在故，其人功德讚不可盡。善男子，若復有人厭世間苦，求長生樂者，在閒靜處清淨結界，就衣着、藥水、藥食、藥皆就180片服，必得長命。